第一个就是可以寻找就是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然后可以有一些抒发的管道，对啊，因为透过诉说，对，有的时候可以把心里面积累的一个压力，做一个释放。那另外，我个人是非常建议运动或者是活动身体，一问二应三转介嘛。那第一个疑问是我们可以先简单的询问跟关心一下，那我想一个倾听就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陪伴的一个作用。第二个应答部分是我理解到你的辛苦了。这个时候我们不急着给建议，只是先做一个简要的回应。那第三个转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寻求社区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管道来得到一个疏解跟一个帮助。我可以帮助别人，就尽量来做一下协助有自杀个案的人这样子而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依婷。平常感觉压力大或是莫名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使用什么方式抒压呢？如果你能找到适当的方式进行抒压，那恭喜你，你相当幸运哦。然而有些人却无法得到疏解，甚至会感觉孤立无援时，那该怎么办呢？台南市府卫生局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有需求的人能够上网或是致电卫生局进行预约，选定方便抵达的卫生所后，就会有专业的心理师与你面谈哦。不仅如此，卫生局还组成心卫志工团，主动关心有忧郁倾向的朋友们，正视自己的情绪，转个弯，说不定就会不一样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卫生局心健科陈科长怎么说吧。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心理健康科科长陈月英，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有关心理健康相关的议题哈。今年有疫情的关系不止上班的人，可能连居家隔离检疫的这些人也都有压力。市政府在卫生局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协助的措施可以协助大家来抒压。那如果大家发现你自己或是你的亲友有压力很大需要我们协助的话，也可以打我们1925的专线。那再来就是我们卫生局也设置41个心理咨商站，在卫生局还有卫生所，只要我们的民众你有需求的话，上网去登记，我们的承办人就会跟你联络来做安排。有2次的机会可以免付费由政府支付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请大家多多来运用那只要大家愿意出来的话，你有很多压力可以来经过我们的协助减轻你的压力。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观众欢迎收看11月25日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将碳汇循环经济观念教育予后一代，同时用于咱日常用品，国际中象集团甲富勒梦合作，都来推出新的碳汇鉛笔盒啊，嘛共同举办科学营，予学生在游戏当中动手来体验。来自高雄民众国小5年级的学生来到富勒梦观光工厂，主办单位国际中象集团以简单趣味活泼的讲解，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碳汇，将循环经济教育用于后一代日常用品。利用学生每一天拢用到的鉛笔盒啊，得将加入碳汇，除了环保无毒，嘛会做好吃，让学生的初体验收获满满。因为一般橡皮擦可能就有些会有一些堵，碳黑加进去就不会那么堵了，所以我觉得好处是很多的，比较好擦，比较干净一点。国际中象集团为了台湾开发碳黑这款环保合金，选择甲同款以环保为理念的富勒梦合作。会中集团董事长辜公仪甲富勒梦副董事长沈清银嘛拢亲自出席，甲学生亲切互动，希望培养后一代环保甲影响发展的观念。擦拭率这个地方对我来讲是我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说除了环保无毒，它的碳可以进来的环保无毒的橡皮擦。
这样的橡皮擦它可以有各种功能，最重要就是无毒，因为小孩子接触、儿童接触这种东西每天接触，家长也会接触，那么我们让它变成一个无毒又可以健康的一个环境，因为没有任何塑化剂、PVC 这些不好的东西全部去除。虽然碳黑烟皮护法也在推广阶段，目前也未重视，不过伫观光工厂拢有手做的体验，表达对儿童环保教育的重视。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今日到龙友会所举办的优良学生表扬餐会，25号登场，会中都来邀请东区130名优秀甲特殊处境的各中小学生来食好料。龙友会顾问嘛准备了助学金，勉励因爱继续努力。有感教育是国家之根本，向来上重视教育议题的龙友会，连续16档办理特优特境下子表扬餐会。这次带着小朋友来到因上爱西餐厅吃大餐，希望借此鼓励学生继续努力向上。教育是我们的百年大业，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我想这些小朋友的认真，我们都看在眼里。那这个活动我们也会持续延伸到曾信凯当议员，一直持续下去。那也非常感谢所有我们良友会所有的各位正副会长的协助，让这个活动能够延续16年。那特别要感谢我们好第一的董事长，他每一年都来关心这些学童，颁发一些奖金，让这些学童高兴，做一些鼓励。龙友会执行长也是东区市员曾信凯，嘛希望参加餐会所有的小朋友都会当努力读册，成为国家的人才。教育跟知识是唯一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所以希望他们能够认真读书，然后将来成为我们国家有用的人才，成为国家的栋梁，为我们的社会奉献付出。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的在座的各位社会的企业贤达，能够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精神，以后为我们的社会付出。因为认同龙友会关心教育理念，台南市真侪成功企业家也拢出席力挺。参像是好第一食品董事长刘真秀、盛维企业王建元、宝上精密有限公司陈君旭、真工张凯琪等企业，尤其是好第一食品。更是连续16档拢有参与。希望他们呢，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上，就让他们能更进步，就鼓励他们这样，只有这个心境。因为很疼小孩，都还给他们拍肩这样。不是，这必然是要的啦，因为他们也是必然是社会上的一个主人翁一样，我们还是要去关心他们，要多付一点那个爱心，这样。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很简单啦。龙友会持续办理各种公益活动，关心各个族群。这次办理特优特境学子表扬餐会，就是希望鼓励在逆境当中有缘无要放弃学习上进的学生，期盼因未来拢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协调创世基金会伫12月12号将举办公益园游会，一群越南新住民认为因冇能力来做公益，所以一口气的认做10个单位，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来帮助失物人的安养服务。创世基金会一年一度的公益园游会，因为疫情延误，对4月延到现在，真侪摊商无法度参加。毛预定80档的单位，现在也欠30档，所以这群越南的新住民姊妹特别申请因传统服装，并准备因故乡的料理小食，一口气领用10档。因讲来台湾有的拢买30档啊，已经是台湾人的一份子，有能力做公益一定爱响应。虽然姐妹有时候都很忙可是大家都想说，我们有时间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这样子大家姐妹一起拿出来，不要一直说新住民就是需要别人帮助的那一群的，我们也是有能力，也有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样有个心情来站出来的。对啊，越南新住民的姊妹小厅，包括校地公司、台南邮局、酷地生物科技等企业团体，拢特情赞助，提供经费甲义卖品。
因为除了物质单位，包括原油缸的预定，嘛才只有2成，真需要大家伸出援手。优惠有准备1万张的原油券，可是我们才卖了2成，有差不多2000张。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觉得压力很大。那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共襄盛举这一次的活动以外呢，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另外，东港将早来精彩表演的歌手方顺吉嘛特别到场献唱，邀请大家斗阵向前行，用行动来支持食物人的服务。台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网络媒体发达，消息来源满满是，不过当中存在真侪无正确甚至是假消息。为何每一天拢会接触网络的大学生会当有正确的媒体素养？中央大学大众传播系伫课程当中，就结合相关内容，教学生正确观念。现在资讯爆炸，每个人每天可以接收到的讯息量都非常的庞大，当中也不乏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的错误资讯与假新闻。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为了让学生可以有正确的媒体识读观念，除了规划相关的课程，也会在不同主题的课程当中结合媒体识读的内容。老师在课堂当中也运用实际案例来跟学生分享，希望他们可以更加清楚如何判断错误资讯与假新闻。农产品过剩，会有一些被拿去弃置。为什么要弃置？因为要保障这个产品的价格啊。生产过剩，那价格太低嘛，你就采不到工钱啊。那所以有一些要根除。那可能是某一年的，然后他就被说今年的什么盛产，然后被拿去丢，这个就是什么？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不是现在发生的，对不对？那比如说那个下大雨然后淹水，有淹水，但是前几年，但是他前几天下大雨，他就把这张照片拿来用，就说现在下雨，然后呢，长荣大学附近已经淹水到膝盖了，没有，这个就是错误的情境。之前有在LINE上面看到有人在传那个，就是一些很浮夸的东西，比如说某个品牌它要送出什么几万双的鞋子啊之类的，然后那个我自己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但是有的人会不知道那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就会一直疯狂的转传，对。然后我当下我看到我会直接马上制止啊，就是直接贴那个。就是那个直接查事实的真相给他们看，这样子。在课堂当中可以看到，除了大传系的学生以外，也有其他科系的学生选修。因为平常系上的课程比较少接触到媒体识读相关的知识，所以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有帮助。这一堂课上完之后，就是原本对一些我们可能平常在网络上面或是在电视上面看到的一些新闻，就会更有能力去反思它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那种不管像是农场文，或者像是一些看起来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真实的一个新闻，我们也有能力，就是我今天上完这堂课之后，我有能力可以去反思说这件事情到底是记者在就是照实的写这个文章，还是只是在加油添醋而已这样子。因为课程主要是新闻传播史，所以老师也举例出历史上跟假新闻有关的故事，让学生可以对假新闻有更深的印象。长荣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的老师也提醒民众，如果看到不确定真假的讯息，记得要先求证，别急着转发，避免成为传播假消息的一份子。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让我们和旅行达人面对面，聆听他的所见所闻，同时选择一本好书，陪伴每一趟精彩的旅程。就让我们跟着旅行达人的脚步，一起走入阅读森林吧！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
近来民众对着空气品质的意识愈来愈悬，尤其南区大中里因为靠近闭馆甲点仔甲工厂，民众总是积极的污染空气。技术力量徐志雄特别设立监视器，透过智慧科技的方式，马上就知影空气污染的指数，让民众更加安心。空气品质好歹，关系到民众的健康。对此，淡水南区大中里长柯志雄经过思考发想以及筹备经费，伫里内5个地点设置空气品质监测器，让过路民众马上就能知影现在空气品质是好是歹，得到不少里民的认同。我觉得有空气品质的这个部分啊，对民众就是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设备。对，因为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知道说空气品质的状态。有这台就是较好，空气有啥物问题都较会知影。对，拢为阮这个里民拢伫遮咧服务啊，就好呀。现在目前空气品质是民众现在非常重视的，所以当初会想到说，既然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空气的话，我们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呈现，做一个告示？所以就成立了，就设计了这个看板，让里民如果在路过的话，可以直接看到灯号显示，做一些提前的防范。避免成为人体的吸尘器。除了当监测空气品质，这套系统阁结合里内61台监测器，会当提供予警方办案使用，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该系统本身也有连接网络系统，所以还有里内的一些监视器。目前大中里的监视器大概有61支镜头，所以目前派出所都可以在线上云端直接可以连到里内的监视器。看到里内的治安状况，如果针对刑事案件的发生的话，他们可以及时在网络上或手机上直接可以观看到监视器，然后可以做一个调阅的动作，会节省到时间，还及时性的去了解。民众现在来到南区大中里，看到这个空气监测器，不但会当马上知影空气品质，提早做防护准备，嘛会当使用监测器所提供 WiFi 服务。观众朋友若是想要了解更侪详情，会当到台南市南区大中里脸书粉丝团询问相关的问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据了解，安南病为了帮助民众减重、找回健康，该团队15天来已经帮助6000名患者，同时协助超过300位接受减重代谢手术。病院正举办病友回来后头出活动，邀请因甲大家分享这段成功减重的过程。画面上的人形看板，其实就是这2位伫接受微创减重代谢手术进前的精神模样。今年44岁赵小姐，因为工课无闲，加上饮食习惯歹，身高163公分的伊，过去体重曾经高达85公斤，再予伊伫36岁时阵就被诊断出糖尿病。另外一位40岁徐先生，体重上重的时阵，甚至高达180公斤，对着健康的负担更是大。为了健康甲外表，2人选择来到安南病院接受微创减重代谢手术，终于让徐先生甲赵小姐拢找回了健康甲自信人心。是早发型的这个白内障，是糖尿病引起的。对，所以如果能够早一点来开刀的话，可能我就不用这么早做白内障手术了。因为白内障手术拿出来，其实对我现在的视力还有各方面，其实有很大的不方便。我开刀完，好像1个礼拜，我的糖化血色素就全部正常。但是在这之前，我糖尿病跟高血压的药，我服用了7年。然后就是神奇的点就是开完刀之后。大概在7到10天，我的药完全都不用，都恢复正常。真的外表会差很多，交女朋友也比较容易，真的。根据国际代谢形体医学中心院长黄志坤指出，减重手术不但会当有效减轻8成过重的体重，嘛会当有效疏解糖尿病。手术来治疗这是代谢性疾病跟严重肥胖，这个已经在全球是一个共识。对于一些2型糖尿病控制不良的病人，或者是严重的肥胖，减重代谢手术将是治疗这些病人的有最好的结果。那长期的效果看起来也是可以维持得非常好。国际代谢形体医学中心院长黄志坤嘛呼吁，不论是减重手术或者是代谢手术，拢必须要结合专业外科减重手术医生以及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疗照护团队，搭配营养师、
体适能老师为每一位患者安排个人的营养指导、甲运动计划，才会让患者达到上好的长期效果。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今日听到人腰酸背痛，尤其是长辈若长期拢治袂好，就相当困扰。对此，医生表示，这有可能是慢性关节，或者是筋膜发炎痛痛。而目前有一种将发炎血管踢起来的新疗法，有袂歹止痛效果。医生表示，一名76岁女性因为脚老虎痛超过2冬，长期食止痛的大药布，嘛伫关节内注射顶治疗。不过一行无偌久就开始痛，无食药竟是痛甲无法度困。伫各种治疗拢无明显效果以后，后来成大病院诊断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先选择用发炎血管踢起来手术来治疗，痛痛已经大大降低。经动脉发炎血管栓塞术这一个治疗，主要是针对于长期慢性顽固性的肌腱炎、关节炎所导致的疼痛所做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它会经由动脉，我们听过心导管嘛？那这个就是类似膝盖导管、肘导管等等的导管，去找到发炎的血管，去做一个栓塞，达到一个止痛的效果的一个新型的技术。因为我脚痛的时阵，吼，痛啊是最厉害。尾啊，人介绍骨科介绍王医师，王医师帮我做了，现在疼痛啊，几乎差不多不到1吧。相信有不少人，特别是长辈，常常吃酸、遐痛，一痛了足久，改善的效果嘛无明显，相当困扰。对此，医生强调，这有可能就是慢性的发炎加痛痛。目前，成大病院对日本引进这款的手术，并且有侪临床的案例，得到袂歹止痛效果。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接着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3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1月2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